涵来了，雨涵和翁博。那苍穹。
在第2排，还打在第1排那边。他等应该明天就回去了吧？圆要回老家，要回老家啊！好，回老家好多哎。这拉车没来呢？拉车咋没来呢？他那个衣服有点像周八的，周八那天穿的深色的，这他穿的稍微浅一点的。我估计去这儿穿一次，像打广告，然后穿一次就不穿了。雨涵在这边，在我们后边。休息在后面，登子都回家了，明天才到。登子的第3个徒弟就是雨涵，第2个是英卓，第1个是拉错。好几个飞机上。到啊！没有，我给你喝。我现在给你买，你叫我大堆啊！这给你，然后把那个桃园。这边一大堆啊！啊？一会儿一起给。什么？一会儿我们给他的时候一起给。但是我要等会儿要走啊，他们有些就走了，是不是？你下来了吗？你给你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曲拉还没来哦。曲拉没来。给你姐姐，我搞到了，就拿一下。他应该来了的嘛，刚刚来了，他等会儿回来。错没来吗？全错刚过就在这个位置的嘛，旁边是真正也没看到。那个吴家墨的女儿，还有一个不是打了好多字吗？我看一下，没名字就是一般的小朋友，就是不认识的。不认识的就暂时朋友有真的。
那个有针的，给有针，然后我有针的给他，你有针吗？这个给你的，这个给你的。多钱取？比较多点取针嘛？多钱取针吗？对，多钱。问一下哈，还暂时下针，暂时下针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问那个。有一个是，就不要太痒了，太痒了之后不能凉，太痒了之后要平起来，平起来，要我动吗？因为你太痒了，它要呛的，就这样子抱，这样抱，这样抱，这样抱。这个针没来了，这两个吧，这个发红包吧？这个10块钱，这两个你两个，那两个不客气啊。等一下他就，他已经给了。这个小朋友来，这个再来一个啊。我准备20份，这边。我准备20多个还不够吗？感觉20多个，我想3个。标是多少？标是多少里面？有360，这个就是这是那个给两次。有几个？我们7个美国的、日本的还有江西下针，问一下那个，里边还有几个，真正的还没来。五角墨的完了，等一下我给五角墨上了。吃了针的吗？取针，那个五角墨的小孩。